后来，即摆桃园的疫情这个款，讲基层医疗诊所的压力真大。桃园有袂少的病医甲诊所，拢来加强着防护，挂这个护目镜，N95的喙暗甲防护衣。部分耳鼻喉科的诊所嘛暂停牙后甲鼻仔的治疗，避免去用热水来喷着。医师讲，若心理压力真大，这个身躯上嘛承受袂少的压力。因为这个规套的防护清甲烫拢真无方便，所以只好是兼啉茶水、兼食物件，安尼较袂走变数。除了消毒含量体温，即马挂号看诊会阁加问一句：有没有咳嗽的症状？没有。知影家己的镜头，保护家己，嘛保护医护人员。你看，像现在我们都坐在外面，不敢进去，怕被感染啊，稍微有一点毛病就要赶快来看啊。桃园病院感染的事件传去社区，民众和附近的医疗诊所拢真紧张，防护装备拢传个真焦全。来到一般诊所，医师和护理师在看诊之前，除了要戴上 N95口罩之外呢，现在还会增加面罩，还有穿上防护衣，才会开始看诊。在周遭爆发哈，我们根本有时分不清楚它是感冒或是流感，或是甚至是新冠。这个不知道的敌人，面对不知道的敌人，我们每一个医师压力都超大，简直是爆表。就惊目的病毒，真侪医师唔敢抽痰、喷鼻仔，含治疗牙后气管的部位，除了心理压力，嘛唔敢啉水放尿。这样子吃喝都不方便呢，也没办法也不喝水，也不能上厕所。若真正挡袂掉想要变数，离开前爱规身躯用酒精喷，才能烫掉防护衫。不过医师嘛讲，长期抗战这个防护装备真正无够用，面对疫情第一线防护袂当凊彩，需要民众做为配合，安尼病毒才能甲控制掉的，袂扣摊开。